妈，我终于达成了心愿了。妈妈，我终于达成心愿了。妈妈，我终于达成了心愿了。文喜，起来！哎呦，起来，文喜！上师，我睡过头了。文喜啊，你说你是个大罪人，这话真是不假。我也把法说得过分了点儿。看来我这个上师和你之间没有前世结下缘分，我渡不了你。现在你去洛扎，那里有一座寺庙，叫做卓武龙寺。寺内有一位印度大德，纳若巴的亲传弟子，译经王大德马尔巴，他是密宗新派的得道大师，在地上、地下、天上三处都找不出能与之匹敌的人。我看他与你前生有缘，你往他那儿去吧，你会成为利益佛法、利益众生的人物。上师啊，我一听到马尔巴医师这个名字，心里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信息和感觉。这是什么呢？请上师开始。非常好，这说明你们有前生缘分呐。你现在就快去吧。谢谢上师。我的有善缘马尔巴弟子，这里有一个金刚杵，还有一个宝瓶，来，拿着。谢谢上师。这金刚杵燃了一点之后，请用宝瓶的刚入水洗掉地上的尘垢，然后将放在宝床底上。祝我欢喜众生幸。大美马，我们两个是从西方乌间来的，是按照纳若巴上师的吩咐而来的。这个佛塔，请开光加持后放在山顶上，这会对佛法和众生带来很大利益。上师之。上师，早上好。
您请吃点早点。来，您请用。来，好。上师，昨晚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从西方屋间来了2个仙女，说是受了纳若巴上师的吩咐，拿着宝塔。他们说佛塔开光加持后放在山顶上，会对佛法和众生具有很大利益。之后将佛塔交给了我，你用宝瓶的水洗涤宝塔，开光后放在山顶上，佛塔大放光明，如日月辉腾一般。你说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这梦是什么意思。我今天要去下边路旁耕地，你去准备一些酒，还有要来个客人，给他也准备点酒来。您说什么？您是大喇嘛、大义师？您和普通的人一样去耕地，别人要讥笑我们的，为什么不让其他的人去种地，您在里面坐着就行？你不用再说什么了，去把酒拿来吧。遵命。给您。牧人呐，您知道大德马尔巴义师住在哪里吗？哦，有一个叫马尔巴的人，但没有叫马尔巴义师的。哦，谢谢。年轻人，你好啊！你好，罗扎卓武龙是在哪个地方？哦，就在那边，看到吗？那边住着谁呢？哦，有一个叫马尔巴的，有些人喊他马尔巴喇嘛。好的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乖孩子们，大德马尔巴义师在什么地方？你们知不知道呢？啊？哦，你说的是我的父亲。我的父亲把我们所有的家产都换成黄金，带到印度去了。带回来的东西就是又细又长的书籍。平时他从不在地里干活，今天他在耕地。哦，谢谢。